榮獲提名最佳女配角喜劇鬧劇包括丁彤恩、史家本第2024回之《伏虎降龍》香港話劇團。你一定要扮到好痛，如果你真係好痛，你就要扮到冇嘢。我需要你喺度嘅時候，你必須立刻喺我面前出現；我唔需要你喺度嘅時候，你必須立刻喺我面前消失。我可以問你點解，你唔可以問我點解，但係你一定要知道我點解問你點解，就係咁多啫。白清瑩、袁少，中英劇團。是我奴才，世人皆因阿諛諂媚而流俗。少年郎分明事，學宮部下，請你回覆賀歲我未能相愛，請給我再差人打擾啦。除非郎君你再來相告。李妮珊，空的空間香港話劇團。胡麗英、Dida， 風車草劇團。你唔使擔心，只要我哋兩公婆一出手，你知唔知邊個都要俾翻幾分薄面我哋啊？邊個啊？艷露喎。幾多分薄面你知唔知道啊？幾多分咧？唔係2分，唔係5分，係3分啫。陳偉雷、史家本第2024回之《伏虎降龍》香港話劇團。到咗1分鐘前嘅我啦，我先殺死你少爺，跟住再殺你，然後殺我哋，跟住我會翻嚟絕情谷，搬走你條屍，再喺你少爺條屍面前殉情，呢個係我最新嘅邏輯。Final version 2。最佳女配角喜劇鬧劇阿炳，有啲人名你頭先都嗌過喎，大佬。最佳女配角喜劇鬧劇嘅得獎者係李妮珊，《空的空間》香港話劇團。恭喜晒，恭喜晒李妮珊，《空的空間》香港話劇團。而家將時間交俾你講下你嘅得獎感受，慢慢嚟，慢慢嚟。好彩今日有寫嘢，哇！真係咧，我係撳錯掣。係啊，佢睇緊 WhatsApp 啊，而家。佢哋寫係啊係啊。好，唉，好啦。唔好 send 嘢過嚟住，唔好意思。多謝劇協，多謝香港話劇團推出嘅呢個文本特區，多謝空的空間嘅整個製作團隊，多謝導演 Bobby。你一路都俾咗好大嘅信心，我哋每一個演員。你喺開排嗰陣同我哋講，雖然得3個禮拜排，但係對演員嚟講，其實都係一樣咁做。係好記唔記呢句最重要嘅？你記得，所以攞獎咯。唔係有解釋嘅，即係同我哋講啊，唔使咁憂慮啊，你做就得㗎啦啊咁樣，係啦。哇，好口乾，好多謝編劇阿占啦，寫咗個咁有趣嘅故仔，等我有得玩。多謝一齊努力嘅4個演員，有 Alfie， 有嘉琪、細粒同埋巢。我係仍然相信熱血係可以解決到好多嘢嘅。多謝你哋同我一齊喺24年盡情咁玩咗呢1個月。另外呢，我要多謝我遇上嘅所有老師，出嚟教班我先知道為人師表有幾難。多謝你哋肯教，令到呢個專業可以繼續傳承落去。君仔啦，仲有淑儀啦，仲其實好多，對唔住，我呢度冇寫到，但係其實有好多。
多謝所有曾經俾機會我嘅所有前輩 ，Brenda、布布、堅叔、Edmond、阿球，當然 Bobby， 多謝你哋願意相信我，多謝每一個合作過嘅演員，我可以有幸同你哋一齊做戲係好難得嘅緣分。多謝我阿爸、我阿媽同我家姐，係啦，我見有少少時間，我講埋我括低嗰啲啦。何來你覺得有少少時間？我會盡快對住。唔係唔使講幾耐都得。It's your time。因為我仲對唔住，我真係盡快講。因為我仲記得我 Year 2 intern 嗰陣時，我入中英做孔子63啦。咁我老豆咧仲會將我嗰張孔子63即影即有咧即刻攝咗入銀包，但係嗰陣時我角色名都冇嘅。嗰陣時仲有我未入 APA 之前咧，我成日都會做埋啲唔係弱視係弱智嗰啲角色，但係我阿媽咧都會喺我咁樣自嘲我自己嗰啲角色嘅時候咧，佢好細聲，因為我阿爸阿媽對於情感上係非常之內斂嘅人，然之後佢會細細聲喺度講話，做到呢啲都好難演㗎咁樣。多謝我家姐喺我諗住考 APA 嘅時候已經開始支持我，因為佢其實都有睇緊我諗有啩，應該有睇直播嘅。anyway，好啦，多謝佢哋冇阻止我，因為我為人比較反叛，走去玩話劇。多謝你哋內斂嘅愛，我仲要多謝我 BB Curtis。我哋同班一齊畢業，一齊去丹麥度進修，一齊翻咗嚟，其實都好多機會一齊去排戲。你係我最大嘅理智同埋情感，因為你喺我經常俾自己嘅 ego 沖昏咗頭腦嘅時候提醒我，喺我對自己失望嘅時候會唱歌跳舞表演 movement 去支持我。你係我嘅絕招。有你同行，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加多同埋更加好。多謝一路以嚟支持我嘅前輩阿姜達雲啦、非凡啦，成日都請我飲酒。唔好意思，我賺到錢，我會請翻你哋飲酒。最後，我要多謝我自己做嘅呢個角色啊，Ann，因為佢嘅率真提醒咗我以後，如果有人問我係咪仲係第一日出嚟做嘅時候，我可以理直氣壯咁答佢係，我係第一日出嚟做。因為我每一日都要係第一次出嚟做，我會不亢不卑咁繼續學習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。因為我真係實在太中意我而家做緊嘅嘢。多謝大家。